購買每日幫你提供一個食、玩或者買嘅獨家優惠，半價係我哋嘅承諾。當你每日登上 GoBuyer.com， 你會留意到幾樣嘢：今日購買優惠嘅標題，一個低過半價嘅購買 price tag， 同埋顯示購買尚欠人數同埋剩餘時間嘅 bar。你可能會問，購買人數同埋時間關我咩事呢？其實好簡單，喺短時間裏面集合大量顧客，正就係購買優惠嘅地方。所以喺每個購買 price tag 上面，你會見到我要而唔係我買，因為人數需要達到今日購買嘅下限，你嘅信用卡先至會過數。之後嘅朝頭早，我哋就會將購買券 email 俾你，你就可以到指定嘅商戶用購買券當現金咁使，就係咁簡單。你仲等咩呢？快啲將今日購買喺 Facebook、Twitter、微博 share 出去 ，email 都得。仲有記得訂埋我哋購買嘅 email。